来关心咱的国防消息，今日早起1000吨级的顺风舰第3只连杆舰是到船，第4只 CG1006今日嘛甲号名做华联舰。行政院的副院长陈立军在放船典礼时阵，致辞就强调讲，这2只顺风舰除了是维护咱渔业，还佫有海上的救难，而且佫会当执行监控强难重要的任务。有这2艘舰艇的加入会让我们的海巡更有力量来一起守护台湾。那尤其我们第3艘连江舰交船之后我们会配置在第8海巡队来这个担负我们海域的执法维护我们的这个渔业那以及海上的救难，还有监控共建等等各项重要的任务为着表扬这海巡人员捍卫国家主权甲保护人民的安全，当年11月初8是海巡节，感谢全国万外海巡人员规年无暝无日徛伫咧上前线，维护海域的安全。